7月有真侪考试伫中华的开化寺头摆是开放考生会当去参拜有8米悬的观音菩萨，佮会当摸佛卡来保庇，考的拢会晓写，写的拢对。原本敢会当徛远远看的观音菩萨佛像，即阵会当近距离参拜。7月有大学分科测验，公布真悬国家考试，侪重要的考试。彰化市公所特别伫开化寺举办考生集合活动，佮头摆开放考生参拜伫厝尾顶有8米悬的观音菩萨佛像。因为我想要考国考，那我想要就是来摸摸那个佛祖的脚哈，就是可以保佑我可以考试顺利啊。咱彰化市有这个活动，会当起来观音亭遮画观音佛祖。囡仔要考试的人，我感觉讲，会当叫因来遮摸佛脚，让厝内底的囡仔会当中状元。市公所表示，开化寺建庙已经有300年的时间。即阵8米悬的观音佛祖神像是伫921地动了后，才安伫咧礼佛堂的厝尾顶，是彰化城正重要的象征之一。这边的考生集合活动，除了团拜、点文昌灯等等，上特别的是开放考生参拜观音菩萨的神像、蒙佛卡，透过仪式祝福学生考试一切顺遂。拄着考试，要来考试，你有要做准备，那么来拜佛祖吼，互咱更较有信心，来考试更较顺利。这甲临时抱佛脚这小可无共，那是临时抱佛脚。市公所表示，开化寺是佛教结合道教的世俗庙，正殿服侍观音菩萨，后殿服侍文昌帝君、土地公等等。举办集合活动，除了要加添考生的自信心，嘛希望透过轻松趣味的技巧，增加民众甲信仰文化连结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